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欢喜，我们要敬拜，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阿们吗？一起来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荣耀尊贵的神，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是的，神是配的，我们赞美神，阿们吧。持续来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开你的口来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神是美丽无比的神，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再一次来宣告我们的神，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举起你的双手，我们一起来敬拜，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你是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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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敬拜，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感谢神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如此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时常感受到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的满意，但是神啊，你却看我们如此的美好，你完全的接纳我们，完全的爱我们。主啊，我们要让我们的心完全的献上给你，我们的生命也要献上给你。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主啊，我们完全的顺服，完全顺服，完全降服。恩典必临到我们身上。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你跟随你。是的，神啊，我们要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来爱我们自己。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你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你跟随你。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路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要背起十架跟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路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土路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
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再次呼求神，献给你，背起十架生跟命献随给你，你，献给你，神啊，你听见。愿你的荣耀主啊，你就在显这当中，在我生命。听见我每一个人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是的，主啊，谢谢你如此如此的爱我们，你的生命献给我们，我们一生要活出你的旨意性。我要全心全意的来服侍你，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献上我们的自己。你爱是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激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你爱是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尽心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是的，主啊，我们要为你而活。主啊，这首歌是我们献上给你，主啊，你必听见我们的祷告。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尽心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尽心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转动的梦想，实现着希望。我已看见永恒的光芒，光芒在我心上，在世界绽放，让我为你照亮。转动的梦想，实现着希望。我已看见永恒的光芒，光芒在我心上，在世界绽放，
变世界为你，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尽心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哈利路亚！天父上帝，你的荣耀就在我们的当中，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没有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感谢你愿意使用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成为神你的儿女，成为神你手中贵重的器皿。主啊，让我们再一次勇敢在你的面前站立。不论过去这个礼拜我们遇到什么样的试炼，过去这个礼拜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有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靠主刚强站立得稳。有主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不怕风浪。愿主你的能力，愿主你的信心，愿主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充满在每一个儿女的身上。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敬拜，是奉靠救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在你要坐下来以前，跟你旁边用弟兄姐妹说：今天晚上耶稣要大大的与你同在。今天晚上耶稣要大大的与你同在，请坐。Please be seated。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好，继续是 First Timothy 提摩太前书第6章，要从11节来读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必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上个礼拜牧师跟大家分享
管理自己的家。还知道你的自己的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吗？从你找到你的另外一半，并且走入教堂，在十字架，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誓约那一天开始，就是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而这个家比地上的家还要坚固，而且可以持续的更永久。而在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这个自己的家包含了3种关系，我们来复习哪3种？第一种是夫妻关系，第2种亲子关系，第3种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不是结婚以后，从结婚以前就要开始来学习建立。亲子关系不是在怀孕之后，而是你要准备生小孩之前就要为这个来祷告。家庭关系不是只有在别人看得到的时候，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都是我们家庭关系的展现哦。所以今天牧师要继续透过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一章来分享管理自己的家的下一集，下一关就是管理上帝的家。好，跟你旁边的姐妹说，管理自己的家，下一关就是管理上帝的家。管理自己的家，下一关就是管理上帝的家。好，这个好像在打电动一样。好，你破了这一关之后，你就要到下一关。好，是下一个挑战。圣经说，金钱是不是万恶之根呢？好，金钱不一定是万恶之根。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的是贪财才是万恶之根哦。上帝的家不等于是我们自己的家，但是我们自己的家可不可以成为上帝的家？可以哦。你看到在使徒行传圣经当中，很多人是在家中的教会开放他自己的家，让他的家就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凡物共用，在那边天天擘饼感谢祷告，所以他们的家就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就是一个上帝的家。而上帝的家必须要有忠心的管家。我们说忠心的管家。上帝的家不是要有一个十字架，不是要有一个教堂，不是要有这些的设备。上帝的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忠心的管家。什么是忠心的管家？就是他能够先把自己的家管理好，他忠心的管家才能够去管理好上帝的家。什么是忠心的管家呢？路加福音说，在大事上忠心，在小事上忠心。在小事上忠心，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怎么去管理他的时间，管理他的金钱，管理他的人生。所以呢，管理金钱是一个可以很直接看到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的好管家。所以你每个月怎么样使用你的收入，怎么样去运用你的钱财，你怎么样去把你的金钱能够做优先顺序 priority 的安排，让你的金钱是不会缺乏，不会短少，不会月初的时候哇钱很多，然后就拼命吃拼命花，到月底的时候没有钱，就只能够吃泡面，就只能够吃吐司，管理金钱。管理金钱，是在小事上忠心的好管家。而圣经说，贪财就是万恶之根。我们不能够成为忠心的好管家，就是我们在钱的这个上面，我们贪心，我们受了引诱，受了迷惑，以至于我们想要快速的发财。好，最近这个礼拜呢，大家的新闻一定都是在辉达 NVIDIA。好，这个黄仁勋呢，他的英文名字叫做什么 ？Jason，他来到台湾呢，他来介绍台湾的夜市，介绍台湾的台积电，还要介绍台湾的股票。他一句话，他就这样一句话，就让台湾的股票莫名其妙一天就多了400点。好，他说台湾的股市太便宜了。结果呢，隔天就啪一堆外资呢就冲进来买台湾的股票，台股就又在那一天又创下历史的新高。但是呢，当大家赚的并轨去，就是说赚的口袋都满满的时候呢，可是没有买的人怎么样？我也好想要有一张这个台积电的股票。
我也好想要有一张这个超唯美的股票 ，AMD 的股票，我也好想要有一张好这个 NVIDIA 的股票，可是太贵了，买不起怎么办？我要拼命的赚钱啊！我要赶快去买一张股票，要来上车啊！可是当他开始有这样的念头之后呢，原来他的平淡的生活就开始起了涟漪，好像一颗石头丢到一个平静的水池里面，这个涟漪就越来越飘越远。为了要买这个股票，我就必须要多赚一些钱，开始要去打工，多存一些钱，然后就开始追逐金钱的游戏啊。而到最后呢，为什么要买股票？因为别人都买，我没有。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因为我想要跟别人一样。而我们的人生就在这样游戏当中，就被引诱而背离信仰。我没有时间来聚会，我没有时间来参加小组，我没有时间好好的灵修和祷告。我眼睛张开，我就要拼命念书，拼命赚钱，为的就是希望我能够有一天可以买到黄仁勋的股票，能够跟他一样穿一个非常酷的皮衣啊。金钱不是万能，下一句呢？没钱万万不能啊。然后还有一句，有钱能使鬼推磨。下一句呢？没钱就做推磨鬼哦。好，所以呢，在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当中，哇，钱非常重要，好，钱看得很重。但是在我们的观念，这样的观念会不会跑到教会当中？会，在教会当中有一种叫做成功神学，他所认识的上帝就是财富是上帝的祝福，贫穷就是魔鬼的咒诅。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有钱，基督徒不能够贫穷，因为贫穷是魔鬼在我们身上偷走上帝的祝福。如果上帝是用一个人的有钱没有钱来当作祝福和咒诅的标准，那这样子全世界最受上帝祝福的大概就是黄仁勋，他现在排全世界第13名。可能全世界最有钱的可能就是这个马斯克，或是这些的祖克伯，他们都是最受上帝祝福的人。他们这么受上帝的祝福到一个程度，他们都不用奉献，他们都不用去做礼拜，甚至他们都不用读圣经，上帝就会一直永远持续的祝福他们。真的是这样子吗？成功神学或是功利世俗，功利世俗就是想要跟别人比较。哇，如果别人有，我也要有；别人没有，我就比他强。这种比较功利世俗呢，让我们产生一种心态，就是我们想要去跟这些有钱的基督徒们在一起。可是那些贫穷的，然后做资源回收的基督徒呢，身上穿着脏乱破旧的衣服呢，我们就要跟他保持距离。所以产生基督徒的心态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是要去攀附这些有钱人。就像雅各书所说的，这个有钱人一进来教会，来你好你好，这个位置是你的 VIP， 请坐在这里。这个穷人进来教会之后呢，就说你外面站，你站到后面去，没有你的位置，你坐在外面看转播就好了。还有物质主义，让我们追逐心中的欲望，想要换更新的手机、更好的手表、更快的车子、更大的房子。我们想要换更美丽的衣服，我们想要换更好的设备，追求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物质主义，或是一种假冒为善。用金钱当做一种外表，可是他的内心却是为了发财。我们的这个 Netflix 有一个电影叫《周楚除三害》，最后的那个第3害呢，他就是一个非常的金钱的一个宗教的教主，可是最后的动机呢，却是非常的贪婪，把它包装的非常的好，让人看不到。但是永恒的真理是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7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好，所以简单的8个字，我一起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圣经哪一个经文呢？提摩太前书6章7节。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好，这句话的出处就是圣经。好，但是我们都觉得哇，这个是古老这个我以为是一句成语啊。施比受更为有福，谁说的？耶稣说的，在使徒行传20章的时候，好，这是保罗引用耶稣所说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圣经给我们普遍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永恒的真理。就算我们没有买到 NVIDIA 的股票，但是我们也能够活得平安、喜乐、自在。就算我们没有最豪华的生活享受物质，但是我们知道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如何成为忠心良善的管家，来进入到下一关，如何管理好上帝的家呢？好，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给我们看到3个要件：第一个要成为属神的人；第二个要为信仰打美好的仗；第三个是为将来打美好的根基。属神的人，我们一起来读第6章11节，请。但你这属神的人啊，要逃避这些事，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现在是 NBA 的季后赛，好，已经打了第1场，好，然后接下来要打第2场。好，知道现在是东区冠军是谁？波士顿的塞尔提克。西区冠军呢？独行侠。哇，这个跌破眼镜。好，但是呢，最后谁会拿到 NBA 的 Champion 呢？总冠军呢？其实看打篮球有趣的地方，好，就是2个动作，一个就是进攻，另外一个呢，防守。好，所以就是这个球一下就是跟着进攻，但是这个球在另外一方面，它也是跟着在防守，好，在 defend。好，所以属神的人，我们要学会进攻，学会防守，而且在进攻防守当中要保持什么？平衡。进攻好。对不起，防守代表什么？保罗说要逃避背离信仰的引诱，所以我们成为防守的这一方，就是会有人用各样的方式来引诱我们离开信仰，包括用钱财，包括用这个其他的金钱，或是用其他的异教异端的思想，让我们离开了圣经的正道。而进攻呢，就是保罗说的要追求这6件事情。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而平衡呢，就是我们要把信心和行为、律法和恩典都要平衡哦。好，我们所以是信心和行为要平衡，律法和恩典要平衡。好，这防守的6件事情呢，好，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提到了这6件事情。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争辩，善于舌战，假敬虔，贪财。这6件事情呢，好，就是保罗写在提摩太前书。自高自大的人，他为什么自高自大？其实是出于他内心的自卑。一个没有自卑的人，他不需要好表现自己，他不需要去穿名牌来为自己穿金戴银。一个一无所知的人，代表他心中的愚昧，他不是一个聪明人。专好争辩的人呢，好，就是他一定要辩到赢，代表他内心当中的苦毒，代表他内心当中怕输。还有一个善于舌战的人呢，好，一直跟人家吵，一直跟人家战，就是代表他心中的骄傲。而假敬虔是一种宗教化，好，把上帝的信仰变成人的宗教。贪财就是离开敬拜神而去敬拜马门，就是敬拜金钱。但是保罗说，我们怎么样就去进攻呢？我们要追求是公义。公义的意思就是照上帝的旨意，而非人的意思。追求敬虔就是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追求信心就是要追求上帝他在将来永恒的实底。追求爱心，以基督的心为心；追求忍耐，就是追求圣灵所赐的合一；追求温柔，就是追求上帝所要给我们承受的应许之地承受地土。所以这6件防守的事情跟6件进攻的事情，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好，所以跟你旁边说，属神的人要防守，也要进攻；属神的人要防守，也要进攻。好像成为这些 NBA 的球员一样。好，他们的训练呢，一方面他们要做进攻的训练，好，每天都要练投篮，但是他们要练习防守。所以，如果你只会打篮球，每天只有练投篮，可是你没有去练防守，即便你得了很多的分，但是别人就是比你多1分，这一场的比赛最后还是输了。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也一样，要保持平衡。平衡就是我们要在信心和行为、律法和恩典上都要保持平衡。罗马书第8章28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啊！所以一个属神的人，也是一个爱神的人。爱神的人，他知道每一件事情如何去防守，如何去进攻，如何去平衡，让他万事互相效力，而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能够看见上帝的恩典。有的人看到是上帝律法的那一面，上帝很严格；但有人看到是上帝恩典的这一面，他能够找到那个中间的平衡。第二个，管理上帝的家是要为信仰打美好的仗。我们一起来读第12节，请。你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你为此被造，也已经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打仗，好，什么是美好的仗呢？好，前几天6月6号是诺曼底登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D-Day。好，这个诺曼底登陆呢，好 ，D-Day 就是好人类历史战争上的一个特的一个漂亮的一战啊，好，就是他能够抢滩成功。好，在这个希特勒的军队德军那么强的状况底下呢，他们居然能够在这样的艰难环境当中抢下了这个诺曼底，而在诺曼底这个地方呢，好，他们就能够找到立足点，然后进而展开反攻和绝杀。好，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美好的仗。好，但是呢，拿破仑好，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战叫做滑铁卢之役啊，那就是他成为他人生当中一场最丑陋的、最可怜的败战哦，最可怜的败战。打那美好的战，就是我们要抢滩成功啊。所以，什么是为信仰打美好的仗呢？好，在这边讲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持定永生，我们一起说要持定永生。第二个要做美好的见证。第三要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第四个是直到耶稣基督显现。美好的仗，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战的胜利到底在哪个地方。保罗说的打美好的仗，这个仗的最终胜利在哪里呢？第2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可能不是在夏威夷，不是在那个轰炸珍珠港。好，在轰炸珍珠港后的没几个月，本来想说哇，这个日军好，他们可能可以拿下这个战争，可是没想到这个在夏威夷珍珠港的这个轰炸之后，却带来他们的失败。好，而这个失败呢，就是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那个原子弹之后，好，这个日军他宣布投降，德军已经宣布了，日军也投降了，第2次世界大战就在这边结束。好，所以终战纪念日好，在欧洲好跟在美国好不同。好，我们是跟着美国好，因为美国是美军打败日本哦。好，所以这个2次世界大战好，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呢，好是定在1945年的8月15号。好，为什么是那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投降那一天，好，就是他们的终战纪念日啊。所以这一天好是他们战争的结束，到现在还没有发生比这更大规模的战争，好，第3次世界大战也希望不要发生。但是呢，基督徒美好的仗是在几月几号呢？是在哪一年呢？就是第4点，耶稣基督显现那一天哦。所以我们要打这个美好的仗，我
我们要知道，这个仗不是2024年，也不是2044年，也不是2014年，而是在耶稣基督显现的那一天。在耶稣来的那一天，我们都要用美好的见证，用无可指责基督徒的生活生命来打这场美好的仗。腓立比书1章21节，我们一起来念：我活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保罗说，我只要在耶稣基督来以前，我活着就是为基督而活。就算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可是我已经死了，但是我死了是一个最好的事情，就是一个最佳的益处。意思说，他这个生命已经呈现了一个最好的益处，或是一个礼物。照片上这个人是来自英国伯明翰的马雅各医生，有没有听过这个人？他是在1865年，5月9号不对，5月6号还是5月9号，来到台湾的高雄打狗，在那边登岸。他登岸的那一天呢，这个马雅各医师呢，29岁。我们在座有没有人是29岁？可以举手一下吗？29岁，好，28岁，30岁，有28岁，好，那大概就是晨星这个年纪哦。对，我没有讲错，晨星的，对啊。刚才是你举手吗？对啊，我以为我叫错名字了。好，马雅各医师来的时候，就跟你现在这个年纪一样哦。他来这边做什么？他来这边是来这边游玩的吗？好，是来出团的吗？还是他来这边观光的呢？不是，他在这边做一个医疗宣教。好，他有一个 mission， 好，就是要用医疗来传福音给台湾的人。29岁，好，他就下定决心，好，他在这边医疗传道宣教。他在台湾呢，总共待了7年，其实不到7年，6年多，他就回去英国，因为其实马雅各医师，他还有他的太太，身体呢都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很努力，而且来到台湾，当时台湾的医疗环境非常的糟糕，有没有医院？有没有这个西医？完全没有。所以他们在这边是这个很多的痢疾啊，水土不服啊，所以他们是那个第一批非常的辛苦。可是他们打下美好的仗，他们没有死在那个滑铁卢之役，他们成为一个诺曼底登陆啊，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把福音带进来之后，一直到现在，明年就要160年，没有断掉，这是第一仗。而后面有一个7+22，22是什么呢？22是马雅各他有2个儿子，2个都当医生，2个都当宣教士。特别是他的小儿子，叫小马雅各2世，Junior 或是小马雅各，他也在回到台湾哦，而且他回来台湾，比他爸待得更久，待了22年，在台南新楼医院。所以这个马雅各父子呢，2个人在台湾就贡献了几年？7+22，29年。好，29年，虽然中间有间断，但是2个人父子加起来29年的时间。这个人有没有认识？猜猜看，看有谁可以先叫出他的名字？啊？看不出来哈，因为他跟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人呢，他就是 George Mackay 马偕。好，这个马偕呢，我们看到他就是留大胡子，好，所以这个是算他相当年轻的照片。他是在1872年的3月9号，好，3月9号来到淡水登陆台湾哦。而那年他几岁呢？28岁，就跟晨曦你现在一样了，28岁了。马偕28岁来台湾来淡水做什么？来看夕阳，来吃阿给，还是来吃铁蛋呢？他说他要把他的生命奉献给这个地方 Formosa。他看到淡水坐船进来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 This is the land， 这里就是了，
这就是上帝要给我的地方。所以，请问他在淡水、台湾待了几年？上面都有数字，答案29年，很好，跟前一波，好，这个马雅各父子加起来一样，他一个人就29年。后来他的儿子、他的女儿，好，都在这个地方，好，那后面就没有去加了，好，所以马偕娶台湾人，好，然后呢，他虽然不是生在台湾，可是他娶了台湾的女子做妻子。然后呢，他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都穿清朝衣服，还剃光头、绑辫子哦，好，都跟台湾人那时候一样的服装打扮，好，然后甚至马偕死了之后也葬在台湾呢，好，所以今天去允节的学校，好，就可以看到马偕的太太、马偕的儿子，好，都葬在淡江中学。第三个人，这个人有没有人叫得出他的名字？巴克雷，好，巴克里啊，好，巴克里，好，在这个美国有个银行，好，就是用他的名字，但是是不是纪念他，我不晓得。巴克里呢，他会比马偕再晚，好，晚了马雅各10年，1875年哦，好，所以明年就是他来台湾150周年。他来台湾的时候几岁呢？好，大家都很聪明，好，看得出来哦，数字26岁。他在台湾待了几年？60年，在台湾死在台湾，可是他没有葬在台湾，好，他的遗体被运回去了，哦，运回去苏格兰。他在台湾待了60年哦，所以呢，他们的这几位呢，好，他们都是活着的时候，就是代表着基督。我应该来问一下，在座有没有26岁的？有吗？26啊，有，啊，敏媛啊，啊，这个是吗？不是，还没有生日。好，所以这都是100多年前的人哦，不是21世纪，他们是19世纪的人物，在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可是他们那个奉献给上帝的心志，有没有很可怕？好，我觉得是非常的可怕。好，今天29岁的人都在做什么？可能呢，都还在忙着想要赚钱，可能还在想说，哇，今天晚上要去吃什么好吃的。28岁的人可能在想说，哇，等一下要去哪里逛街，好，明天要去哪里露营。26岁的人在想说，哇，我要想要买什么样的手机，我接下来要换什么样子的手表、穿戴的装置。可是，在100多年前，26岁、28岁、29岁的人，他们因为读了圣经、上帝的话，他们都有一个心志，就是要为基督而活，甚至是为基督而死，然后来打那个美好的仗。不管他们有没有见到耶稣来，可是他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最后一个要管理上帝的家。好的，第3个就是要打美好的根基。我们一起说，打美好的根基。好，前面是打美好的仗，这里说打美好的根基。我们来读18、19节，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分享，为自己积存财富，而为将来打美好的根基，好使他们能把握那真正的生命。什么是美好的根基？就是指将来的事情。你这一辈子在参加过哪一场最美的敬拜？那一场敬拜跟启示录第4章天上的敬拜来比，绝对天上的敬拜是更美的敬拜。你在这个世上，你曾经哪一次的奉献是最美的奉献？跟马拉基书第4章，上帝说，打开他天上的府库，那个奉献来比，天上的府库是更美的奉献。你在这世上哪一次是成为最美的国民？好，在腓立比书第3章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而这天上的敬拜、天上的府库、天上的国民，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将来要打那美好的根基啊。天上的敬拜，好，是我们要以上帝为我们的神，而不是以金钱。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在今世富足的人，要提醒他们不要依靠钱财，要依靠
厚赐万物给人享受的神。简单说，就是要倚靠神，要敬拜神，而不是敬拜金钱。后面那句话，上帝怎么样？不反对你有钱，但他反对怎样？你被钱拥有啊！你可以很有钱，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人，但是你不能够成为很有钱，可是却是在敬拜马门的人。天上的府库，保罗也告诉提摩太，要劝告这些人：你们富足人，不只在金钱上富足，在好事善事上面也要富足，因为就是为自己积存天上的财宝。所以上帝不担心你穷困，上帝担心你怎样？穷忙，到最后是白忙一场。好，你忙了一辈子，以为你很认真，以为你很辛苦，好，以为你这就是你的人生的方向和目标，结果最后是白忙一场，没有生没有带来，死也带不走。这一切的东西，通通变成传道书所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我所赚的、拥有这一切，最后通通都是别人在用。好，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例子。好，就是这个老佛爷，法国的这个老佛爷哦，他所留下的财产，最后留给谁？留给了一只猫。好，几十亿的欧元哦，好，几十亿的欧元。这一只猫，它需要这些钱吗？它一点都不需要。这就是人类最讽刺的事情。你花了一辈子，结果你这个老佛爷，他没有自己的家，他唯一的亲人居然是一只猫，他就把这些的财产留给他，而这只猫可能也活不久，好，因为呢，这只猫要这些钱也没有得用，就算他可以靠这些钱，好，吃很多喝很多，住那个豪华冷气还有游泳池，那只猫会自己想要去游泳吗？那只猫会想要去开法拉利吗？那只猫会想要去开游艇吗？猫就是猫，人就是人。上帝造人就是要人管理自己的家，而上帝要我们成为天上的国民，要告诉我们，真正的生命是从我们认识耶稣那天开始，你就已经进入了上帝的国。但是你不要去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而是要用今生去赚得永生。好，我们说一次，用今生赚得永生，用你今天活在世界上的人生，去预备那将要来的人生。好，就是用你现在的生命去换那 eternal life 永远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学习天上的敬拜，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任何地方，我们不是在人的面前敬拜，而是在神的面前敬拜。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看到也不是自己的缺乏或是阻碍。我们不会怕魔鬼的控告，不会怕魔鬼的试探，也不会怕魔鬼的权势。我们是像启示录4章那24个长老，是昼夜匍匐的敬拜，圣哉圣哉圣哉，是全心全意的敬拜神。当我们打美好的根基，就是在善事上、好事上富足，我们就会，耶稣说，我们会积攒财宝在哪里？在天上。天上的财宝是不怕贼来偷，不怕虫来咬，也不怕被生锈、被蛀坏。所以我们在天上是富有的。所以我们去到天上不是口袋空空的。马街、马雅各、巴克里，请问他们在地上多有钱？他们没有非常有钱到哇，有车子可以开，好，他们有轿子可以坐，那时候是没有车子，但是他们也没有穷到穿不起衣服。其实马街、马雅各、巴克里，他们在台湾，当时台湾来讲，好，他们生活品质绝对是好的。台湾人那时候都住土埆厝，好，土房，他们是住砖房，是住洋房，好，他们是住在那个有2层楼以上的房子，所以他们等于是台湾人眼中的豪宅。好，今天如果你去淡水，还可以看到马街的故居啊，好，还可以看到他以前住的房子。好，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很羡慕有院子，好，有草皮，因为他们从加拿大，好，他们从苏格兰来，就已经是享受这样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在天上，好，是更美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在善事上富足，而且我们成为天上的国民，我们就不配
不怕这个狼来了，是要盗贼来，是要偷窃，是要杀害，是要毁坏，而是耶稣来说，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今天这段信息，属神的人从打仗到打根基有点难念，大家念一次看看。属神的人从打仗到打根基，打仗就是进攻，就是你要前进；打根基就是你要防守，就是你要 defend。所以根基防守，你打篮球的防守是不是要站好这个马步，脚要站稳，然后这个人家球要进攻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根基那边，让他撞也撞不倒，他要过也过不去。属神的人好像在打 NBA 一样，他知道何时进攻，知道何时防守。属神的人他知道管理好自己的家，然后管理好上帝的家。下个礼拜要分享的是管理好天上的家。自己的家代表了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家庭的关系；上帝的家代表学习做属神的人，打美好的仗，立打美好的根基。而下礼拜要分享的天上的家，是公义的国度、权柄和荣耀，就是主导文所说的。我们今天就可以为将来天上的家来做管理所以希望下个礼拜大家可以继续的认真来听上帝的话。在今天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来分享上帝的家，迦南教会就是我们大家共同上帝的家。你可以分享一件你觉得迦南教会管理最好的地方。如果对我而言，迦南教会管理最好的地方，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财务，可能管理得很好，然后可能是迦南教会的这个周报管理得很好，或是迦南教会很多的这些资讯，都有可能。你可以分享一件你觉得迦南教会，或是你觉得这个椅子管理得很好，礼拜堂管理得很好，但是呢，你也分享一件迦南教会管理最不足的地方。如果你问我，我会说迦南教会的厕所是管理的最不足的地方。每用一间厕所都会很有意见，缺乏管理。第二个分享的，刚才讲到信仰的仗包括要持定永生，做美好的见证，无可指责，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4件事情，你觉得自己还有哪些要努力的空间呢？而让自己的家怎么样成为上帝的家，它的关键处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思想。而我们要来祷告的是，我们要为上帝的家和上帝家里的人来祷告。愿我们都能够成为属神的人，还有为还没有进入上帝家中的人祷告，求上帝使用我们如同使用马雅各，如同使用马街，如同使用巴克里一样。他们只有26岁、28岁、29岁，可是他们在台湾所贡献的，影响台湾已经超过了100年，现在也超过了150年，甚至未来200年，他们都会继续的影响台湾这个地方。今天你还年轻，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把上帝所给我们的管理在上帝的家，奉献在上帝的家，成为上帝所使用属神的人。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从头再一次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顺服，完全降服，以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
举手对主耶稣来说：我的生命，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让我们借着上帝的话，学习成为一位属神的人，打美好的仗，打那美好的根基，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主啊，我要献上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我的生命。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再次说耶稣。主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是的，主耶稣，你告诉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和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求主耶稣使用我们年轻的生命，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要管理自己的家，也要来管理上帝的家。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管理的是那在天上永恒的家。求主耶稣使用我们每一位，愿我们的年轻
愿我们的生命能够献给你，讨你的喜悦。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也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这时候，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奉献。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是直到永远。我问我的神，以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成为属神的人，让我们用真理代替谎言，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活出天天更新的生命，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为主圣工所用，求你来悦纳。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要持续献上我们的赞美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
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常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在年轻到老，一生都能够成为属神的人，从来管理上帝的家，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再次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阿们，请坐。Hello， 各位迦南教会的家人们，平安，大家晚安，欢迎回家。大家晚安。我是慧慧，我是廷瑞。那在接到报告消息之前呢，我们先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我们有4位新朋友，对吗？黄军和他的3位小朋友，好，我们欢迎他。好，那接下来是报告。那看到我们这是过头了。等，我这边有按吗？好，谢谢。好，那看到我们上来呢，就代表有好吃又有好玩的啦。没错，明天就是迦南教会青年牧区的同工退休会哦，请大家明天早上7点15分，7点15分，7点15分。对，就是这么早。明天早上7点15分呢，让我们在49号教会1楼集合。那详细的行前通知呢，也发到同工的群组当中啦。然后下一则消息，我们来看一下，6月22号呢，我们周6礼拜会暂停1次哦，我们会去南坎教会联合礼拜。好，那当天我们要怎么去呢？我们是要自行前往南坎教会哦，所以大家当天晚上6点要在南坎教会的门口集合。那详细的内容呢，要注意小组的群组哦。廷瑞，我有个朋友最近想要受洗，你知道要怎么报名吗？在6月23号呢，那个可以帮我。好，那在6月23号呢，要向主任干事报名。那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呢，这个要上完纪要真理的课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7月7号的第4次圣礼节当中受洗啦。那不知道大家就是最近圣经读的怎么样呢？现在教会有在推圣经共读哦，每天早上7点到7点半，然后华语场是晚上8点到8点半，那7点到7点半是台语场。好，请参阅教会周报的 Google Meet， 上面会有会议室的代码跟网址。好，那我们抢手的陈柏志牧师那个就任纪念品开放，抢手的陈柏志牧师的就任纪念品开放订购了。牧师也是很抢手，对，没错。好，请明天前6月9号前要向小组长登记并完成缴费哦。好，那接下来，没有了。好，就对啊直接。我们没有小组的投影片。好 ，OK，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小组时间啦。那大家小组见喽。好，